こんにちは，娜娜です。今日我哋就介紹一下一本書啦，呢本野菜スープ7日ダイエットで痩せ體質。咁呢個菜湯椰菜湯即係菜湯啦，7日之間7日ダイエット減肥啦，痩せ體質係啦，咁就可以做飲咗呢個湯7日就可以容易啲，令到你個體質變成一個易瘦嘅體質。痩せ體質係啦，咁呢本書嘅作者西本久美子さん係啦，係一個看護師長。看護師我哋有學過啦，就係護士啦，護士長即係職位高少少啦。看護師長現役係佢寫呢本書嗰陣時就仲係現職緊，仲係做緊一個護士長嘅，係啦。現役の看護師さん、看護師長が教えるですね。咁佢就話呢個看護師さん西本さん咧，半年間で11キロ痩せた。佢半年入邊咧就總共瘦咗11 kg 嘅，痩せた瘦咗。野菜の持つパワーは効果抜群，抜群係非常之好嘅意思啊，すごい係啦。咁野菜擁有嘅 power 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好嘅效果嘅。佢話咁呢個咧係娜娜好多年前10幾年前有冇啊？唔記得啦。係第二次去留學嘅時候，喺京都嗰邊買嘅。京都で買った本ですね。第二次應該係啦，差唔多10年啦，10年前買った本です呢。咁嗰陣時有試過嘅，1星期係啦，1、2日定唔知3日啦，唔記得啦。總之開頭係有效果，因為本身娜娜就係個易肥體質，試咩都好咧，通常有效果，因為好快可能之後又會肥翻少少咁樣啦。嗰陣時覺得 OK 嘅。因為呢個野菜スープダイエット，佢就話呢個菜湯呢個咧，佢一個好處就係佢唔限制你嘅量，但係就淨係可以食一個菜湯。咁佢菜湯都有備菜譜嚟嘅，係啦。咁呢個菜譜比較重要咯，就 mark 咗佢落嚟啦。咁個菜譜嗰陣時我就喺日本度買啦。首先就係需要呢幾樣嘢嘅啫，其實。野菜スープダイエットの1週間マニュアル。係啦，咁就係5種類の野菜を切って煮込むだけ。とにかく簡単、無理なく痩せる體に優しいダイエット。5種類係啦，5種1、2、3、4、5，其實就呢5種菜嘅啫，買齊佢。跟住切嘅 cut 咗之後咧就煮込む，咁係咁烚熟佢嘅啫，其實就係。とにかく簡單，好簡單啦，同埋唔會太難啦感覺。無理なく痩せる體に優しいダイエットですね。咁最尾呢個係嗰個チキンスープの素係啦，咁呢個係嗰個雞湯嗰個調味料嚟嘅啫。日本有啲一粒粒咁，你掟一粒落去就 OK 啦嘛。係啦，咁你將呢5樣嘢切って洗って煮込むだけ，整碎晒之後就掟落去個煲度烚熟，然之後就係咁食，食幾多都得，但係淨係可以食呢樣嘢。係咁有啲咩咧？玉ねぎ、キャベツ、ピーマン、トマト、缶詰ですね。セロリ、西芹啦。洋葱3個3つ。キャベツ嗰個捲心菜啦，係我哋廣東話叫椰菜啦，好似。ピーマン青椒，跟住トマト仲可以係罐頭嚟嘅トマト添，跟住西芹、セロリ係啦。咁呢5樣1本係啦。咁佢都有寫嘅。咁1日目第一日咧就係淨係朝昼晩3回野菜スープ食べます。因為佢呢個唔係齋飲啊，佢嗰啲菜嗰啲渣你都要食嘅，所以佢唔係用飲みます。平時我哋スープ就飲みます嚇，佢係食べます，因為你可以食嗰啲菜同埋飲呢個湯。咁如果真係第一日有啲難嘅話咧，佢就話可以加少少banana。或者バナナ以外のフルーツも OK， 可以食其他嘅生果咯，係啦，淨係唔可以食バナナ。
食べ過ぎても大丈夫係啦，可以食多咗都唔緊要，反正你覺得肚餓就食呢個菜咯，菜湯係啦。2日目も野菜スープ都係野菜の日，咁又係食頭先嗰個菜啦。但係你如果覺得想要加少少其他口味嘅話，就可以自己再加一個かぼちゃニンニク以外の野菜，可以加南瓜或者人參、紅蘿蔔以外嘅菜都可以。嗱，你自己可以再加少少其他嘅菜去做一個 balance 調整。夕食にはベイクドポテトと少量のバターは OK。咁晚餐咧，你可以食少少 potato， 入邊啲好細嘅 potato， 嗰啲唔知藍雀薯仔啦，係啦，佢叫ベイクドポテト，反正就薯仔啦，或者少少加少少牛油都可以嘅。お腹が空いたらスープ食べてね。この日はフルーツダメ。咁你今日就唔可以食生果，琴日嗰日佢俾你可以食少少生果嘅，今日就唔得。總之你肚餓就食呢個湯。咁呢個湯悶嘅話，可以自己再加少少其他菜，但係唔可以加卡布茶同人參。OK。跟住第3日3日目、2日目、3日目，3日目就可以食フルーツ加嗰個スープ，再加野菜係啦。スープも味がおいしくなる頃よ。咁佢嗰個湯，如果你係一煲煲幾日嘅話咧，佢話個湯應該好食嘅，濃啲嗰個味。但我哋呢邊啲人應該唔中意煮一兜食成個星期。3キロは痩せているわよ。好きなだけ食べてね。咁今日可以食多啲啦，食多啲都冇問題。呢一對佢冇寫其他限制啦，因為太多限制可能你都好辛苦噶嘛。咁正常佢話第3日你應該可能已經減咗3 kilo 噶啦，3 kilo。跟住4日第4日咧，第4日咩特別啊？スープ加3本のバナナ，今日可以食3條香蕉。2分の1のスキムミルク水。咁今日就可以食バナナ3條，係啦。水はかかってる水佢叫你飲最少1半嘅水，係啦，唔仲飲多啲水啊，其實可以將你啲唔好嘅物質係啦，老廢物質清走係啦。いっぱい飲んで呢，叫你飲多啲水，起碼都佢呢度寫1/2公升，即係500 ml 啊，咁少係啊，因為呢個本身都係水。OK， 你飲多啲水啊，同你講呢日。5日目スープ，跟住肉または魚。咁今日可以食少少魚或者肉，300g から700g，但係只限350至700克咯。跟住6個までのトマト，仲可以再咬到6個トマト，最多6個啦，你自己決定啦。肉咧就唔可以食豚肉はダメよ。跟住魚は焼いて食べね。魚就叫你可以烤一烤、煎一煎嘅意思啦。ここでやめても大丈夫。如果真係覺得太難嘅話，你話今日唔食，佢話都得嘅，即係你做個短啲嘅效果咯。咁佢完整嘅效果就7日，係啦。咁佢同埋飲6至8杯水，6から8杯の水。で6日間は野菜スープと牛肉と野菜の日。今日又飲嗰個湯啦，跟住牛肉可以食肉啦，同埋可以食野菜。普通の食生活に戻るための準備期間なの。咁話第6日咧開始到準備，你到時要回復翻正常飲食咧，所以可以食嘅嘢限制冇咁多啦，可以食牛肉同野菜。好きなだけ食べてもいいわよ。咁係一樣都係可以任你食嘅。好きなだけ食べて冇限量吧？佢呢個好處就冇限量，因為有時你肚餓啊嘛會。で7日目野菜スープと野菜と玄米の日。咁今日可以食玄米野菜，今日唔可以食お肉は NG。で私は11キロも痩せたわ。指示通りにやれば5キロは痩せたはずよ。佢就瘦咗11 K 啦，但係如果你有跟足晒呢7日嘅食譜，應該點樣都瘦到5 K。佢話我嗰陣時記得係第一個星期係一般都係 OK 嘅，只不過你捱唔捱得住同一個菜係咁食唔食其他嘢咁解啫，係啦。咁主要就係呢一個嘅。咁我記得佢之後啲詳情就可能會再講下，譬如你幾個月做一次呢一個1星期嘅就 OK 咯，唔好日日做嘅當然就係
唔好記得嘞。佢呢個スタートは月曜日が効果的で、外食の予定はない週がおすすめ。正常推介你就星期一開始啦。跟住7日間でやめるのは健康のため。咁淨係做7日飲呢個湯咧，都係為咗你健康嘅，即係正常你啲營養都要均衡啲噶嘛。跟住係啦，其他啲詳細嗰度我哋就唔講咁多啦。咁其他仲有其他人嗰啲叫 C 柯蛋，係啦，佢應該有收到好多人收到一啲資料話我都有成功到。我記得我係有成功過，但係我嘅身體通常太容易肥，你只可以做1-2次之後就同埋對自己都悶啦，係啦。咁瘦咗之後我會肥翻少少，咁 keep 唔 keep 到睇你個人咯，我覺得都係啦。咁但係好處就係唔算太難咯，可以試一試。即係譬如你好急需1個星期入邊要瘦一瘦嘅話，或者5日入邊要瘦一瘦嘅話，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，係啦。同埋呢本書都幾得意嘅，啲卡哇伊寫真がありますね。係。咁呢本書我哋又諗住唔要㗎啦，因為冇乜位置。咁只可以有興趣嘅同學自己上網買嚟睇下啦，係啊。咁我覺得係幾好嘅一本書，咁咪做翻個留念 record 一下嘅啫，亦都講分享一下。本書係啦，都幾多圖案，幾得意咁樣嘅。Stretch 亦都有啲簡單嘅建議你可以做下啦，有啲問題啦。OK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